喺自然界入面有兩種物質，其中一種係無機物，例如石頭或者水，佢哋同生命並冇直接關係。另一種係構成生命體嘅有機物，蛋白質、脂肪同 DNA 呢類物質都屬於呢一類。有趣嘅地方係，有機物最終其實都係由無機元素組成，碳、氫、氧等元素互相結合，就形成咗生命體嘅物質。所以從外表睇，生命似乎都只係由同樣元素組成嘅物質。但係當我哋觀察自然，就會發現一個特點：生命一直都係由已經存在嘅生命延續落去。人類由人類所生，植物由種子長出，而細菌亦係由原有細菌分裂而產生。因此，關於生命起源嘅問題，最終會集中成一個問題：由無機元素構成嘅物質，究竟點樣先可以延續成生命呢？